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府中百合花。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以主的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体三公，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愿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起因文。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12章2到6节。以赛亚书12章2到6节，在旧约749页。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圣事美好。在一起，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接下来点主礼，我们来点燃第3根蜡烛。3根蜡烛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喜乐。接下来公祷，你们可以参照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这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为中东国家科威特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会祷告，凤山卫理堂高真勇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所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领受到完善的知识以及品格教育来祷告。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尽都顺利。主耶稣，愿你束缚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并透过我们及我们所做的工作，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的奇妙恩典，品尝子恩的滋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我们来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今日四篇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献诗文情喜乐手中团。唱这么美妙的声音，接下来今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为我们恭读。今天的经课在旧约西番雅书3章14到20节，西番雅书第3章14到20节，教会圣经1050页，由我来为大家恭读。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喜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誉。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腓立比书4章4到7节。腓立比书4章4到7节，教会圣经219页。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谢谢蔡圆圆姐妹为我们攻读上帝话语。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3章7到18节。路加福音3章7到18节，在新约65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浸的群众说：“毒蛇之种，却只是你们逃避要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本有亚伯拉罕作为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湖里。”群众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约翰回答他们说：“有2件犁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要来受浸，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给你们规定的，不要多取。”又有当兵的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粮饷就当知足。”百姓正在期待的时候，众人都心里议论，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对众人说：“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他手里拿着扬场的簸箕，要扬进地的禾场，把麦子收在他的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勉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着献诗，他是我的一切。我们请诗班。
接下来正道淬炼父的喜乐，我们请庞君华牧师为我们传讲。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在圣殿中崇拜我们的主。特别今天是在降临期的第3个主日，大家都知道，降临期的第3个主日呢，它的代表呢，就是它的主题就是喜乐，喜乐。它代表的颜色呢是粉红色，所以我刚刚看到大家点起第3根蜡烛呢，就是粉红色的蜡烛。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别选了粉红色的口罩，希望和大家跟这节气呢能够相配。教会历史上呢，就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圣诞节前呢，有4个礼拜叫做降临期。这降临期呢，这4个礼拜呢，是让我们呢不要随便的就让圣诞节过去，不要让圣诞节就在一边的一堆的活动，馈赠礼物、拆礼物、购买礼物，还有各种的庆典中呢，就过去了。因为圣诞节对我们基督的信仰来讲，是个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个节日，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在降临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点一根蜡烛，一直到中间有根白色的蜡烛，那是 Crystal Candle， 就是这个基督的蜡烛。就是到了圣诞夜的子夜，当子夜以前在子夜崇拜的过程中，钟声敲起的时候，才点上了这根圣诞这个象征基督的蜡烛。那通常我们都是在圣诞夜的晚上或圣诞主日把它点起来。一个礼拜一根蜡烛，让我们感受到时间在流动。我们是活在时空当中，时间的流动让我们知道日子近了。到底有多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过一日少一日，过一年少一年，主的日子近了。所以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这时间是在流动的。上帝的计划不是一直永远就这样子一直发展下去的，上帝的创造终有一天要完成的。上帝的创造完成的日子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类就要享受上帝最终极的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流动的过程当中。降临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节气，它非常的矛盾。它一方面呢讲到耶稣来，耶稣要来，不但是过去他来过，在历史的时空中出现，而且他将要再来，就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非常的低调，在马槽里默默的降生，在远方的这些在波斯的这些术士们，循着这伯利恒之星，最后找到他。可第二次来，他要轰轰烈烈的，他要裂天而降。人子来的时候，让大家都知道他要再来。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是一个对照，不但如此，他再来的时候，同时是个喜悦，我们要欢欣鼓舞的迎接他。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福音书里面，无论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一个小启示录，就是讲他再来的时候呢，也伴随着有一些的灾难。他再来的那日子，既是喜乐的，也是有灾难的；既是恩典的，也是有惩罚的。对很多人来讲，他来就是个恩典；对很多人来讲，他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分成2个阶段的，几乎是同时都融合在一起的。这节日是一方面我们纪念主第一次再来，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主必快要再来，这第二次再来。一方面是我们感受到我们必须喜乐的迎接他，但我们必须要警醒的面对可能要来的在这个新的时代诞生之前，这要来的可能有一段灾难或者不顺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恩典，一方面我们知道面对这恩典呢也伴随着审判。所以这个降临期是一个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去想象这个复杂的各种的信仰的内容都在里面。今天特别第3个主日，他强调的主题是喜乐。到底是怎么样的喜乐呢？它跟其他的喜乐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这是今天的经文呢，给我们一个指引。首先呢，在西番雅书我们在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喜乐像是没有预警的主再来的那日子，常常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用那日子来形容主要再来，或者是上帝要做件奇妙的事情。那日子来到是没有预警的，那日子是突然间出现的。西番雅书在1到3章之前呢，第3章之前呢，都是讲的都是黑暗面的，都是惩罚，都是斥责。西番雅先知代表着在这个约西亚王的初期，大家都知道约西亚王再往前走，再往他前2代就是希西家王，是一个对以色列非常有贡献、有改革，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好景不长，他的儿子希西家在统治非常长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他复兴了当时的地方宗教，他跟亚述有一个非常这个当时世界列强就在旁边，他必须呢跟这个巴比伦、亚述这些外邦的这个信仰，他也把它引到他的国内来，逼迫那些原来的耶和华的信仰。那个是个黑暗的时代，看不见光明的时代。所以当约西亚王他很年幼就当王了，可是他渐渐起来的时候呢，他开始改革，开始复兴，就是在那黑暗中，先知是看到前面的几章，看到这个黑暗的地方。可是他说，突然间，你们要歌唱，因为上帝呢，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个奇妙的工作，到那日。你们会看见上帝的一个不一样的工作，虽然现在我们仍然处在黑暗的情景中，但是那个日子是没有预警的。刑罚突然间会被免掉，重担突然间要被放下，黑暗突然间看见曙光，被掳的人要得到释放。当然很奇怪，他是在希西家王，他在约西亚王前，怎么讲到被掳呢？他就讲到，即便了他们国家散了，他们也要重新能够找到路回来原来的地方。突然间的没有预警的，上帝介入了那个黑暗的时代。圣诞节的意义也是如此，圣诞节耶稣的降生代表着上帝突然间干预了人间的历史。上帝在基督里，然后降生道成肉身，在这历史的时空当中介入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使得人可以了解上帝。因为过去了解上帝是讲得非常抽象的，他在天上，他在山上，他在天庭的。可是今天上帝在基督里降生在历史的时空当中，使得活在时空中的你我可以认识他，也知道他了解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诞节意义非比寻常，而且那个日子，当日子成熟了，突然之间就发生了。虽然有很多的预言，可是那个发生了才知道那预言的实现。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讲到这个节期啊，讲到这个喜乐是一种惊喜，突然之间上帝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人说得准，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会发生，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了解。一方面我们是期待那日子来，但是刚才讲这是很复杂的，这信仰都是同时正面跟反面同时在进行的。它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是施洗约翰今天在路加福音上讲，毒蛇的种类们就要紧张了。这怎么讲？就好像那个斧头放在这树上，那天发生了就把这个不好的树给砍掉了。没有预警的人必须要承担他的后果。什么后果呢？就是上帝一再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透过先知多方的晓谕我们，然后透过他的儿子亲自的启示，彰显他自己给我们认识。在我们的生命中，处处常上帝给我们机会去认识他，然后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跟他的心意。可是任何听到的人都必须要做出抉择。任何听到的人都必须要觉得上帝已经应许了，上帝已经决定要做了，上帝也告诉你了，上帝也有个标志，他的儿子降生在世界上，这样出现在历史的时空中。上帝一路在做，
而你听到的人就一路一路必须要做出抉择。所以每年降临期，每年我们纪念圣诞，不是只是欢庆而已，每年我们都要做出抉择。你怎么回应上帝的应许？你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他？你用什么生活来彰显你是在正面的回应他？这是我们每一次过这些节气的时候，心里要做的决定。可能你去年是非常庄重的、非常正式的、非常下定决心跟随他的，可能今年你松散了。所以降临期就敲起那个钟，点燃那个蜡烛，你们要警醒啊，要警醒。所以降临期的重要的几个重要的关键字，一个是来临，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第二个就是警醒，警醒，不能放松。这个喜乐呢，是会随时会带来惊讶的，是惊喜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这个喜乐是经过淬炼的，像今天讲集所讲，经过淬炼是是经过，不是只是平白无故的毫无背景的喜乐而已。在唐代有一首诗啊，叫做“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意思是不经一番寒彻骨，那梅花总是在最冷的时候开花，所以要经过那个寒冷，然后梅花才会绽放。所以他也提醒人生啊，就是这个有时候在那个最寒冷的时候或最艰难的时候，是催生那个美好的来临。最近疫情发生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疫情的里面，好不容易我们觉得松懈了，最近又突然一个什么这个什么 unicorn， 就是这个叫这个这是什么？对不起，一时忘记。这突然间又是一个新的病毒，按照这个希腊文的字母，就是它一直在发展当中，好像全世界别的地方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不晓得明年的过年是不是疫情又再起，不晓得。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都没有预备？在2019年我们还在很高兴。2019年我就任会督，就整个任期都隐藏在疫情的里面，所以我们是整个在疫情的过程中度过这个任期。到我记得2020年就去年这过年的时候，还有点欢庆的气氛。2020的可是接着疫情就很紧张。我们那时候本来4月有个活动，我记得，我们就预期说到4年的时候疫情就要过去了。可是后来有人提醒我们，可能没那么乐观哦。就4月果然没有过去，5月没过去，一直到年底。年底哇，这2021年好像不错哦，越来越放松了啊，大家又报复性的旅游。突然间疫情又再起了。我记得5月的这个母亲节前的那个礼拜6，正在台北卫理堂在开这个堂议会，我去参加。开会中就已经传来要2级警戒。我散会的时候已经被3级警戒，大家赶快跑啊，赶快回家。不晓得这个疫情为什么会发生？有人就在这2年期间有很多的，我们就留意很多新的著作，一些神学家或者在思考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灾难。其实我们现代人会感觉这是很大的灾难，可是在教会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这只是其中的重要的灾难之一。那以前黑死病流行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情形。可是这个有人就说，这是上帝的惩罚，于是人就提出很多理由了。现在的世界多糟糕，所以上帝要惩罚，这是一种可能的观念。的确，在圣经里面，有个旧约的学者就讲到，这圣经里面这是战争、瘟疫、饥荒，常常是接连而来的。上帝有时候在惩罚、校正他的百姓，这会来。但也不完全是惩罚，因为有些人是很无辜的，有些无辜受害，很多的地区也是很经济弱势的地方，也是很无辜的。那有人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觉得那个说法我非常能接受。如果大家有用我的那个3读3祷的话，接下来这个礼拜讲很多都是临产的妇人的这个经文，就是将要生产的妇人。一连串的经文都是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
就讲到就像罗马书里面讲到，大地都在成瘾，成瘾是什么？就是生产时的阵痛。生产时很痛，我们男生或者没有做过妈妈的人不了解，可是做过妈妈在生产的时候知道那个非常痛，很痛。可是他会不会说想不要生产？不会，因为他还有个盼望，因为这个阵痛之后有新生命要诞生，有个新的喜乐，有个新的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要产生。所以他说，常常在灾难的时候，是催生着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上帝要让一个新的阶段在人间中要产生，可在这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阵痛的时期。所以在患难之中呢，是有盼望的。这全面性的患难可能会带来全面性人类的改变，不知道是往哪里去，但大家都有个同样的结论：这世界回不到疫情以前的时代，是世界不可能再回到疫情以前的时期。至少很多情况不一样，就是这个我们在今年5月我们已经算晚了，5月到7月之间啊，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学会各样通讯的软体，因为我们的联谊会也是必须用视讯来接。然后其实国外早就开始，因为他们的疫情比较紧张，我们不是那么紧张。可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必须。所以用了视讯以后，是不是能够回到完全实体的崇拜呢？我觉得荣光堂算是很好的啊，有些堂会是不错的，那有些堂会呢再回来不到3成，不到5成，因为大家习惯了啊，要回到这不容易，不容易。而且呢，人跟人之间的这隔膜要重新再恢复，其实某种程度也要经过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人心中的恐惧要云消雾散，也必须要经过阶段。人类相处的模式也改变了。以前家庭礼拜啊，就只有在台湾的、在台北的或者在高雄的家人那里聚会。现在家庭礼拜视讯打开，在美国的、在澳洲的、在加拿大的，都可以一起家庭礼拜。这也是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回不到以前，那可是呢，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我们经历的患难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期待着，就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刚才提到西番雅书，或者是旧约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当这个以色列人啊，在经历旷野之后，就来来去去，他们在旷野有经历来来去去，从出埃及到应许之地，又从应许之地被掳到亚述、巴比伦，又从那里又回归，经历很多次的这样的来回。那这些的过程虽然艰辛，虽然痛苦，虽然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后也有各样的困境，但是他们没有失去盼望。没有，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些的背后，被掳的弥赛亚这个来临的预言，这个他的就职的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主的灵膏我，要向穷人传福音，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他就讲到说，这个过程呢，要经过瞎眼才经历到光明，要经过被掳才感到释放的喜乐。这个过程呢，是这个喜乐呢，是有所经历的喜乐。这种经历的喜乐是有深度的，它不是那种没有背景的，在家讲几个笑话觉得很欢乐。就年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少年不知愁滋味，然后再讲几个笑话，讲几个大家就觉得我们的时光很快乐，这是很好的。我们像年轻人可以多享受这种快乐，但人生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种喜乐。这个喜乐是可以不受环境影响，心中仍然有盼望；不受环境影响，心中仍然有平安。我想问问看各位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平安？我有，真的恭喜你。如果没有，就要去反省，或者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大部分的信徒是这样子，有时候会跌入了失望的深渊，被周围的事情困住。但是这个节期啊，在谈论喜乐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喜乐，越是在黑暗中，越是期待那光明的来临。那光明来的时候，更加的喜乐。经历过各种的压制，经历过各种的不自由，或者经历过各种的这个困境，而得到的释放，
是更加的喜乐，这种喜乐才是有经历的喜乐。我们常常讲啊，就是去年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我在各区走了大概将近5遍。我们在谈，希望大家能够我们有门徒训练，也不忘记有布道。那布道就是要有经历，布道大家还记得，如果有参加这个讲习的时候，都知道布道是先要有聆听，先要聆听布道要去分享你自己生命的故事。那你生命有没有经历上帝的故事呢？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跟人讲背一套这个属灵的4个定律，或者背一套这个介绍福音的说帖，不一定会感动人的。但上帝什么情况下都会工作，但是你分享你自己真正信仰的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奇妙的工作，就是会感动人的，就是感动人。所以这种喜乐是我们期待的喜乐，是一个有经历的喜乐。这个经历是经过沉淀之后，虽然经历一番困苦与挣扎，但是呢，最后呢，仍然呢不改心中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不容易从你心中拿掉的。这种喜乐是充满生命力的，它是表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刚才讲的，由内心经过淬炼，就更加的坚强。而且呢，就像今天的我们的起因文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你呢欢然取水，在沙漠里面水是很重要的。我们记得在上次圣经公会出了一套影片，在讲这圣经的这些典故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当时在这个中东，他们生活这个蓄水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介绍很多蓄水池。在这个地下，他们有些是活的，所以里面有流水，他把它蓄起来；有些是死的，这你必须要等雨水或者把它存在这个水里面，存在这个蓄水池里面。那一知道我们蓄水池是满满的，心里就非常的高兴，更有安全感。当缺水的时候，就欢然的去取水。可是在这个耶利米书也讲到，有时候你的蓄水池是有裂缝的，你的蓄水池是坏掉的，有裂缝不能蓄水，所以你到那个不能蓄水的蓄水池，你取不到水，就不能叫做欢然取水，是失望黯然取水。那什么欢然取水呢？欢然取水是你的蓄水池里面有水，就取存的水没有裂缝，使得这个水能够积蓄下来，你去的时候可以打到水。各位，这蓄水池我们可以比喻我们的心灵。你的心灵是不是很丰富？是充满了各种喜悦的经历的，成为一个水泉。当你失望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你的心灵里面去把它取出来，因为主就在你的心灵里面。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从将临期开始写卡片，一张张的写，一张张写，写了做什么了？这是一件小卡片，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就把它装在红包袋里面，分给这个会友。这个过年了，牧师发红包，当里面不是钞票，里面就是一张张亲手写的卡片。那些卡片里面有着金句，因为有些卡片你本身就有金句，所以我要写一些我自己在阅读或者在涉猎的时候觉得很有帮助的句子，我就记下来，就写在那，就分送给大家，当做一个过年大家的一个讨喜。那边有一句话，是一个灵修的著作，他说你常常讲你没有遇到我。你常常讲你没有遇到我，其实我在你的心灵深处，只是你不常到那里。其实主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但是我们不常到那里去。你有没有常常回去关顾你的心灵？关顾你的心灵，你的蓄水池是不是有漏水？是不是能够承载上帝的恩典在里面，使得不在你自己欢然取水，别人干渴，你还可以把它拿出来给他喝。纪伯伦有一本很有名的书的诗集那这诗写的叫先知我就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想看他的书。他说愿我心灵的果园能够果实累累，能够怎么样任人采撷。愿我心灵的果实，心灵的花园果实累累。因为果实累是路上经过都可以去摘，你都可以去摘。以前陈慧都跟我讲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
他小时候他们教会有个长老，那他的环境比较好啊，其他的弟兄姐妹环境没那么好。那可是呢，这个长老呢，他家里种了这个果树，到的时候就让教会的小朋友全部到他家去摘果子。他就每次陈牧师在形容这个的时候，他都带着像小孩子在爬树、在摘果子一样。你要有果子任人摘啊！你的心灵有没有结满了果子，可以任人采撷呢？今天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让人感觉到这信仰是有果实的，真看到主恩的滋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信徒啊，心灵空空的，嘴巴满满的，讲他一出口成章，讲的都是属灵的话，可是心灵却是空的。这是现代信徒的一个悲哀啊！在这个节期提醒我们，你的心，你要让人能够到你的心灵，你自己能够在里面能够取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耶稣讲到这个，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你从腹中涌出活水的泉源。你不但自己能够不干渴，你还能够滋润你周围的人，这是多么好的生命！这是一棵树种在溪水旁，这个树一定是长得茂盛，能够遮蔽许多人的，能够让荫蔽许多的人，让我们新的花园也是要这样子。所以喜乐不是只是一种欢笑，一下子的一种感受感觉，喜乐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个果实累累的，是个水泉蓄满了水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这样的人，他不再惧怕。经文都不要惧怕。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惧怕，有人怕黑，有人怕什么，这都不要紧。惧怕只要克服它就好了。真正的最怕的一种惧怕是不知道怕什么。那有没有这种？我不知道怕什么，但是我就是惧怕。比如说这种惧怕是一种形而上的惧怕，这种你不知道为什么，但你就从这喜乐不起来，因为你心中有惧怕。那今天喜乐主日是提醒我们的，就是靠着主，这种喜乐的生命力的表现是能驱除心中的惧怕。你们会不会有不知道怕什么？明明过得很好，就怕万一不好怎么办？会不会这样子？那明明在恩典中，却想着万一这个恩典没有了怎么办？不要惧怕，常常喜乐。保罗用命令句来讲这句话。那这个不叫惧怕，还有一个生命的表现，它就是怎么样呢？要有谦让的心，有谦让的心，让人知道主已经近了，而且要让大家都知道你们有谦让的心。所以谦让的心是什么呢？谦让的心就是温柔的心。当不再惧怕的人他一定很防卫，整个人紧绷起来。任何人会不会来伤我，先刺他。就有些人就是常常你莫名其妙，他就被他伤到了，我们在周围常会碰到这样的人。所以呢，温柔这个谦让呢，就是不伤害人。你大家自己反省一下，或者问一下你最亲近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可能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答案。因为你可能觉得我自己很温柔，我常觉得我很温柔，可是我问我太太，可是她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就问你这些人，常常我们就无意中伤，我们言语会伤人，言语会伤。最近我们在推着三读三祷里面，同时我们也希望带一些灵修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就是如何说温柔的话语。我听说陈启峰牧师也在这个制服的课程里面有开这个叫什么非暴力语言这是个世界性的运动，非暴力语言就是爱的语言。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一切的暴力不是从那个肢体的暴力、行动的暴力，是先从语言的暴力开始的。语言的暴力是反映了你内心里面有这种暴力的种子，爱能够驱除这一切，喜乐里面容不下这种暴力的种子，使你在讲话的时候，是在表达的时候，现在的人都不大骂人，但会酸人。这个字是新的字，以前20年前没有的，但是讲得真好，就是你不会痛，但被酸到了。
我旁边有些同工啊，有些人就真的就天生会酸人，那可是酸人有时候更伤，有时候更伤，因为你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谦让的心是一个温柔的心，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人就要为别人着想。一个人能够跳出自己为别人着想，那这个是灵性的一个大的进步啊。我们讲灵性不是要讲很空泛的，这个灵修之后多会讲属灵的话，灵修之后你会跳脱自己去为别人着想。所以约翰跟这些人都问约翰说：“我当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心里也要有这个问题。像主说：“我当怎么做？”因为那个在使徒行传第2章，这个圣灵降临，大大的浇灌，使徒们讲到有3000人悔改，然后他们说什么？他问彼得说什么？我们要当做什么？所以通常被感动的人呢，都会想到说，不是感动就留下来，我很感动，我很扎心，我享受了感动，都会很正常的问：我当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那这个呢？这个当做什么？就是其中这个这信仰呢，就是一个灵性的表现，就是你能够走出自己，而且像今天约翰回答那些人，你当做什么时候，你有的要分给别人，你有2件衣服要分给别人，这个不简单啊，这不简单啊。我们有2件，我们觉得不够，为了保险起见，最好1年有4季有4件最好，2年有8件更好。有8件以后再，这我们人类的为了要建筑自己的安全感，我们有时候过多的防卫跟过多的累积，这是人类的问题。我们自己先够用，再帮别人。我们自己国家够了，我们的疫苗才给别人。这全世界很多地方分不到疫苗，因为他打了1剂不够，2剂不够，3剂，谁晓得会不会有第4剂？等我们4剂打完，我们再给那些有需要的国家，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够。可是我们能够只要基本够了，我们就要分给别人。而且呢，要把你的本分做好。你是税吏的，你就好好收税，不要多收；你是兵丁的，你有武器，你不要拿着武器去吓人。你要做这，那这个呢，就是这灵性，基本上灵性有成长的一个表现，一定要有行动，一定要有分享，一定要有把自己呢分享到把自己来拿出来。因为基督的榜样就是基督献上了他自己，上帝在基督里，刚才讲他上帝介入历史是借着基督做出一个榜样，人类你照这个榜样走，人类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但是基督在那里，我们只是欢庆他降生什么，但是就不学他的样式，不背他的恶，这世界不会改变。要有喜乐，是一个相互的，没有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喜乐，一定是整个团体都喜乐。整个团体都有这种喜乐的特质，要让众人知道。常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报佳音？不是只是宣告耶稣降生而已。报佳音是让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团体，这一群人在庆祝基督降生，而且这一群人是喜乐的，这一群人是用这种方式生活的。这群人是愿意把自己献出来，这群人是愿意在黑暗中去燃烧自己，成为光明的。于是人类就有感到这个世界有盼望。有没有人因为有荣光堂这群弟兄姐妹而觉得人类有盼望？如果多几个荣光堂，人类更有盼望；如果多几个卫理公会，人类更有盼望；还是多几个卫理公会，最好不要。对，今天结束之后啊，今天的牧师的安排，还有我们南区议会安排说，希望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过去我们在南部发生的高雄的这个官司的事件，因为到明年就完全结案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还款啊，在我任内呢，就是这个刚刚好，就从陈牧师开始，那我们一直到我任内，这个就还清了。就还清，就不再有官司，不再有负债，不再有官司，不再有负债。那这个事情呢，就要做结案。那上次他们说，如果要结案的时候，就来南部跟受到影响的特别是荣光堂的弟兄姐妹，可以做一些讲解或说明，也可以呢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不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不用负责任的道歉，而是呢，虽然不能追究啊，但是呢，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分享。那卫理公会除非能告别这个过去，不是说再见，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是上一代的事，不是，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某一个时段，我们有些事情操之过急，有个时段我们有些事情呢，其实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台湾的社会感觉到有一个团体叫卫理公会，觉得台湾更有希望。在过去1948年的时候，在上海庆祝卫理公会在华100周年。这100周年的时候，他把这100年要盘点他做过的事情，哇，看得吓死！他建立了11个联谊会，4个会都区，还有13间教育大学，里面有一半跟我们有关系。第一份中文报纸是卫理公会的前身美医美会跟监理会出的《万国公报》，还有好多医院、好多的女子教育，好多者。那时候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国内的教会来访问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私下讲，我们的前身就是卫理公会。还好，那个卫理公会帮助整个中国现代化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可今日人家谈到卫理公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去深切反省的。曾经在这几年当中，我曾去邀请到不同的神学院，跟这些老师拜托，这有好的神学生，只要没有教会定我们自然邀请他来我们卫理公会。我们过几年就有退休潮，这我们希望有新血能够补进来。很多人就愿意，有些人就愿意看，有些人甚至连身体表拿去了，有些人心理测验也做了，有些人体检都做了，最后一刻没有来报。问他的长辈，这个教会有怪怪的，这教会以前高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氛围里面讲喜乐，我希望这个喜乐是把这个阴霾真的能够扫去，但是是汲取教训的，接纳它，它已经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但同时转化它，使得我们用更大的心思意念，让台湾这个社会。我们不是1949年不得已因为战争而不得已然后迁到台湾来的教会，不是，我们是准备上帝要我们承担在台湾的使命、福音以及社会服务以及文化的使命的教派。我们希望有一天，或许我任期已经结束了，后面的会都记起，或者在后面的牧者们跟各位弟兄这记起，我们希望有一天台湾的人会感觉到，有卫理公会真好，有卫理公会我们有盼望。因为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这是人类需要的。我们希望呢，我们彼此共勉。最后，我们这个整个降临期最关键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耶稣基督介入了人类的历史，使得我们遇到任何问题，使得人类任何的绝境。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出路跟答案。那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让世人知道，在他那里有答案。所以，约翰作为基督的先锋，用了各样的方式去跟人传福音。这是今天福音书的结尾。那同样的，也把这个挑战给我们，用各样的方式，让人知道基督为了我们，为了人类而降生。它里面的丰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们还在不断的探寻，而且呢，从中支取资源，圣灵给我们的力量，相信我们可以度过任何的艰难。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给我们心灵的力量，使我们的行为、生活与悔改的心能够相称。主啊，让我们汲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往前走，同时也让这片土地，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跟随你的种种的见证，
使得他们觉得有盼望。即便再多的艰难，即便有太多的不顺利，但是他们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期待有答案，期待有出路。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祈祷，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恩典的导管，在这个世代被人看见，而感到有光明。我们这样的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也谢谢会督委员的传讲。接下来军句背诵，因为军句在腓立比书4章6节，我来背诵2次。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腓立比书4章6节。接下来回应诗歌《荣耀主名》。接下来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事工，愿主悦纳。祷告后，我主耶稣圣名祈求。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个新朋友，杨淑君。在楼上，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欢迎我们的教区长。接下来是问安差遣礼，等一下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在教会事工报告，请大家参酌那个周报。今天是将临期第3个子日，我们欢迎实体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疫情警戒期间，主堂也不需要限制座位人数，但仍请依照教会的防疫规定，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规定，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我们再次感谢黄会督到本堂来分享信息。愿上帝祝福会督牧家及总会事工。今天主日后11点20分在6楼有过去土地诉讼及坛会搬迁的事有说明，欢迎弟兄姐妹前往了解。今年圣诞节因为疫情的影响，本将不举行庆祝晚会。12月24周五晚上将安排未出报家恩活动，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请到教会干事那边报名。本堂会让教会场地能够充分利用，不至于闲置，将规划6楼成为100人的中型聚会场所以及活动的空间，预估募款为60万5千。目前已经收奉献了16万，还不足14万多。奉献截止日是到12月底止，请将那个奉献的放在我们黄色的那个贡献袋里面。11月的收支表以及执事会议记录已经张贴在公布完，请大家前往关心。2022年各部门执事名单已定验，请为各部门执事预备就任来祷告。洗礼
前造就班本周将暂停一次，有意愿受洗或转入会籍的弟兄姐妹，请向蔡牧师来报名。那秋季自由艺人学院活动课程已预备结业，请为活动进行来祷告。教会2021年的爱读经计划，请为参加每日研经会有灵修生命的增长来代祷。成人主日学、红本门徒、新约导论课程，学员预备上课作为撰写及上课时分享讨论，并关心本堂延伸神学的教育来祷告。那也为2021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20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更多得救的人。2021年由台新、台企、KVG 汇款奉献的会友，为确保你的奉献可以正确的归入个人名下，请到办公室确认你的奉献姓名。以上，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奉献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因为账户上面没有秀出你的名字，那因为担心各位在奉献当中就是看到自己的奉献的那个收据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假设如果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有确定你是用这个转账的方式转进来的，那请跟我们的干事或是跟我们的会计或是跟我们的这个财务主席来做一些联系。那另外等一下我们11点20分的时候，我们会在6楼的地方会做一些说明，就是有关于我们为什么荣光堂会从之前广西路那边迁堂来到这个地方，还有建堂的这样的一个缘由。那当然期待弟兄姐妹，我们怀着一颗就是我们检讨过去，但是我们要展望未来的这样的态度，而不是就是落在2个极端，变成仇恨，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变成说是一个就是好像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会堂，并不是这样。我们期待可以真正了解过去的历史，然后继续的从这当中汲取教训，然后之后往前来迈进。所以我们在6楼的地方预备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会，那会督也会留在那边跟大家做这些说明。但是我们还是有成人主日学，所以1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回到主日学去上课。那如果继续想了解教会的一些的搬迁事由，或者是这些的过去的一些历史的，我们可以继续留下来来听会督的说明。那也不用担心，如果你上完主日学，你还想要了解或是想要聆听的，因为会督今天整天都是给荣光堂，所以今天会督会一直留下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在上课后可以来就是来参与。那我们在12月24号的晚上，我们有报佳音的行动。那但是为了预防我们的人数上面不能控管，或者是有一些的安排没有办法受掌握所以请跟弟兄姐妹做一些的简单的报告。就是小组里面，如果你们愿意去家庭报佳音，那请以用小组的方式集体的报名来跟办公室这边说明。但是如果你没有要小组去家庭报佳音的你愿意跟随这个教会这边的这个队伍去安排我们要在我们的社区报佳音的，那也请跟我们的干事做联系，那方便我们也许会帮大家做一些的保险或是一些的路线上的说明跟安排。所以请弟兄姐妹需要遵循这些的规定，让我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来进行这个报佳音的行动。以上谢谢。接下来主体消息，为施打疫苗的弟兄姐妹在施打中有平安、有抵抗力，也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上帝赐福他们健康的身体。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3、1，送。
愿主的灵在你们里面，是你们里面涌出活水的泉源，滋润你们，也滋润你们周遭的人。又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主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团契以及引导，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献乐。不会按，那你可以自己按。